Thank you 哦。谁来做客？慢言来聊，今日来聊嘅呢？宜归难听伊吼，斜杠归多的事情哦，分享丘陵以 fish， 分享 fish 的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做嘛嘅？我很难介绍哦，因为大家都说哦，你要讲你是什么身份？其实我现在身份是算是自由工作者啦，自由工作。然后我以前是在那个旅游业、旅行社上班，那现在也还在从事旅游业。那因为疫情嘛，就解散，我们公司就解散掉。后来就做了这个手机摄影课的讲师。啊，你把它转换成比较近几年的说法，就叫做短影音讲师啦，或是教人家怎么拍影片啊这样。所以我现在比较就是有在带团，带团出国。那也有在做这个手机摄影课的，或是短影音的讲师这样子，四处跑。对。唔但像黑搞你手机摄影，还边都会冲黑 IG 网红。对，有一点这样子，不小心把这个本领放在爸爸身上了，所以才会坐在这边。嘿，冇错，如黑假是牛睇 follow 嘅 IG 嘅乡亲朋友，就怕有看过 fish 嘅同爸爸嘅对话，就会用客话，爸爸咪鬼等阵，鬼等影响，懂电影响啦。懂电脑哦，就是嘿，我懂电脑。嘿，故事我哋今日如果來分享 fish 佢幾多故事，我哋要節目呢當然照慣例吼，如係有唱 fish 帶一條一個小物，吼，同一個有關係呢東西，我哋來認識伊，吼，先唱我哋小助理來幫我哋提供，看下 fish 帶來乜嘅東西，哦，呀，看起來雖然過後生，但是這個物品感覺有點歷史哦。對，它的那個套子已經從白色變到灰色。嘿，哇，也係翕相機呢？翕相機，很懷念。呀，他後生的趴很少看到這樣試穿。哇，也個迄嘛個時期的翕相機。高中的時期，高中的高二吧，高二。高都唔係自己買的哦，唔係爸爸買，高二冇存錢咩？係啊，爸爸買本來的。阿姨攏會送很好的東西。唔係送來啦，就因為我以前小時候的時候，我算是因為我們家有3個兄弟姐妹，我排行老2，然後我就是那種，就是現在流行什麼東西，我就馬上就要那一種。我說流行 MP3，爸爸我也要。那時候流行那個手機 Nokia 3310，有沒有記得？有點年代了吼。現在還有30可能唔知乜解係 Nokia， 應該係吼。第一支數機也沒愛，隨身聽也沒愛。然後那時候就想說，就很喜歡拍照嘛，因為我阿公、爸爸都懂好攝影。我阿公去那個拍片的比賽哦，就是去拍那個以前去比賽。阿公去比賽，還有得名。樣比賽，攝影比賽。錯，樣比賽。嘿喲。嘿，然後我爸爸沒懂好攝影，不過我爸爸較好攝影係拍像大自然風景、昆蟲那種比較那種靜態的那一種照片這樣。太刺眼的東西。太刺眼的東西，嘿，錯，就是他比較喜歡可能帶我們小朋友帶小孩去山上，要麼該蟲，要麼該昆蟲，要麼該蝴蝶，要麼該東西，他就會拍那個照片，然後用那個照片，然後還得分享，夾個翅膀，那種哦，感覺很像生態專家。我爸爸懂袂？嘿喲，爸爸還做乜嘅條路？爸爸給做那個就是就是在公所。公務人員，可是他這個是他自己的興趣啊，大家興趣嘿，一堆歷史沒有興趣，對吃眼的東西哈，對歷史這些他都他雖然不是專才啦，但他這是通才，唔問伊乜該都曉得，伊乜該都知。剛才就看天氣風。看那 fish 帶來，那個對蠻易重要的東西，那感覺應該也有點歷史哦。應該係吧。哇，柯南，名偵探柯南，哇，蠻巴蜀，也係唔乜嘅時期。國小貴校2年級吧。2、3年級的時候。這是第2集。第2集，因為第1集就是被我媽媽處理掉了。
啊，还有，嘿嘿，所以这个是硕果仅存的。硕果仅存，你都得看大家的出版日期。出版来看一下，1994，哎1995还是1998？哦唔记得。98黑出版19刷，嘿啊98要知道他们是还有2024年，哇，都会流东西呢，真嘅。你有没有觉得它破破烂烂的？还会有历史的感觉，有点历史，没有故事哈，没有哪个故事？以前吼，我会带日本来吼，因为吼，我小时候哈，我的小时候，懂皮呀，懂好搞，懂皮嘛，家都想要，要一点。然后那时候其实小时候不是那么喜欢读书，他说喜欢看漫画书。那么以前很流行那种漫画店、租书店，比如说一本5块钱，一本10块钱的那一种。然后因为刚好我们家转角附近就有一间漫画店，我就想说走的啦，群的咩，然后就拿一本转题，转题不卡宽，莫付钱。哦，你是用借的概念，有点借的。他说租嘛，借嘛，他说就是小时候唔敌，蛮该，他唔敌，就想说，反正我就明天拿回去嘛。真的，丰田是给哈嘎宁修好心田，修好心田。真的，我们客家本色这句话真的写的，真的这首歌真的是写的很好，要修好心田，所以。不要做这件事好吗？不好的示范。哈板 C， 其实你不太知道这个概念。对，就是可能小时候也没想这么多，不会觉得这是件不对的事情。结果嘞？结果哈，因为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又觉得哪里怪怪的，然后我就老爱爸爸妈妈讲，懂付出啊，很生气，很生气。然后我妈妈就把一些我的之前收藏的漫画书烧掉。全部都把它烧掉，对，然后就是有救回几本这样子。对，伊米亚跟事情。然后因为他就觉得说，而且有些漫画书，其实他后来也知道，偷偷的，就是反正我的一些钱，就是或者是钱在妈妈的口袋里面，就也是直接的OK 啦，就直接拿了这样子，可以买漫画书。爸爸妈妈的反应还好，我直接烧掉嘛。烧掉还好吗？也是很严重很严重买爸爸也是更恐怖因为那时候我爸爸他是公务人员嘛，比较怎么样？比较严肃，他敢发那种讲严肃他真紧就比较正经正义这样子。他就觉得说这种偷抢拐骗做唔得做东带你然后做唔得做，然后他就直接一直骂之外，然后他那时候是他第一次对我动手。用电咩电爱，用电咩吓到，真紧对，所以那时候就是知道说这件事情就是错的嘛，妈妈没拿妈该东西作秀诶，唔对嘛，就一龙不作秀弹过吗？有一定作秀一条龙这样子，对，妈妈就是爸爸用爸爸用踹的嘛，然后妈妈就拿那个作秀硬盘这样子，然后那手臂都会一条龙一条一条的，好，妈妈就会这样子。你知道你自己做错什么吗？他拿那个小护士面苏利达姆开始擦药，硬丢子，硬丢，然后就说，就说，那你就知道按你嗨多，你 DM 你知道错了吗？什么这件事不能做，你还 DM 这样子。好，我哋过来看第3项，看fish 带来乜嘅东西，喺屯义佢有关系。这个很难抽，这个不太好抽直接拿过来。呀，冇办法标出来。这个为什么是你重要的东西？对，因为这个是兰花兰花，然后给还有不会黑鲁吉中兰花用笛就是都知道它是可能用那个蛇木板去种为什么会带这个鲁吉过来因为小时候我们的顶楼我阿公爸爸都喜欢种兰花。我阿公有去家有一间兰间，有一个那个兰花间。他以前种国兰，我阿公种国兰也是去比赛，没去比赛比赛，也是那时候国兰那时候植物也是炒的，要多少上百万是不是？几十万一件兰花龟对，那个一村钱然后我爸爸就追着阿公去四处比赛这样子，所以我小时候。为什么会对这有印象？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也要负责浇花，
去啉水呀，去啉水，天顺爱爸爸去啉水，天顺爱阿公去啉水。所以说他那个在啉水时候，给那个乳吉啊，就是说浇兰花的时候，就是它会有那种湿气的一种米头，会有一种味道、气味的记忆。所以如果说现在去外面，比如说去到那些什么网市啊，或是花市啊那一种的，只要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是会想起小时候我在那边那个淋水的画面，或者就会想起阿公这样子，对对，共同的回忆啦。因为阿公懂就没吹嘛。哦，你那阿公啊、爸爸有点文青路线呢，哈，好养，对，爱植物，对，没感觉个都，你看以前的博学，还有哈对植物啊、对养啊。感觉得到个就你有遗传到，哈，刚刚我们给他做有稍微受影响，对，有稍微有点受影响这样子，对对，因为我爸爸黑周，他以前是读那个学农的，苗栗农工。苗栗农工有没有还是学妹啊？哦，就是说他读苗栗农工的，所以他对做农这个他也蛮有兴趣的。所以他在退休之后，我们就自己弄了一个大网的，就是网室，一周田 C， 然后一周田 C， 然后就把他所有的兰花都移到这个网室。啊，我自己也是有点受我爸爸阿公的影响，还有咩好植物，哦，还咩还迄较好那种龟背玉啊，翼龙迪毛。龟背玉，那种比较大的叶脉比较大那种，那种叶脉那种雨林植物啊，热带雨林植物。哦，我爸爸就靠好兰花，姐姐靠好多肉植物。哦，迄个如苏多样的。你看讲到童年，都有按多按精彩嘅故事吼。刚才还问入到一个屯导游也都有关的哦。刚先说一下嘉宾，安尼等下个继续来讲。赤头你适合去做导游呢，那个性懂发趴啊，懂发趴就是很乐观，很按斗发又按好攻方，还赤头你做的一做领队导游这样子。谁来做客慢饮来了？今日来了嘅呢是 fish 吼，睇个汉语做 fish， 或是客家公主。客家公主的来由，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来讲哈。我们头多提给他呢 fish 嘅童年哈，就感觉真蛮精彩哈。所以我会觉得，你现在很活泼的个性，真的就是童年培养起来。有可能给爸爸都受影响这样子，看爸爸妈妈看谁生的嘛。嘿，后来喺太學都我今日看到有嗰度喺同太學有關，太學去讀觀光系，觀光系，对，就跟我的现在工作有相关嘛。高中誒，我畢業的時間我想去讀觀光系嘅。其實也是都是誤打誤撞。我的人生很多誤打誤撞，所以你不是第一志願觀光系？不是，就只有說，因為那時候在高中那時候考要寫什麼推甄嘛，申請，現在還是不是我不確定。然後那時候申請就是說啊，就問一下老師嘛，說老師有沒有什麼我適合讀的科系啊？我原本想讀企管系，跟企業管理有相關的。那老師就跟我說，赤頭你適合做企業管理，赤頭你適合去做導遊呢，那個性懂發趴，就是很樂觀，很按斗發，又按好攻方，赤頭你做的去做領隊導遊這樣子，真緊哦，那好吧，那老實說，我也不排斥，赤頭沒走的，所以我才開始填那個志願，就填那個就是觀光系這樣，就真緊有讀到誒，有讀到誒，你觀光系嗰種咩很豐富的生活，觀光系懂抹汗，這個不是隨便找的那個筆記本，要跟太后時期的呢，太后時期的。那這個也是太后時期，沒大學時期，因為我們以前大學啊，就參加各個活動，它不像現在，對，不像現在全都數位化了，對不對？都直接用列印出來啊，以前的料牌都7甲州呢。你自己做啊？是放在哪里？就放在前面呐，就是它后面有一个对的雕点呐，有看到吗？它有那个雕点，对，然后你把小抄编好不？发通的时间也得，对，你就可以看那些时间要做嘛该啊，做嘛个东西啊，你就可以把小抄编到好。No boy 咩 Hell boy， 韓國睇下第一擺見面嗰本睇下眼神啊，錯，就是係公關的 fish， 公關部嘛，係公關部的 fish。那個時候你就叫 fish 了。對，因為名字裡面有個魚字這樣子，對，延伸到現在。辦活動的筆記本，以前某天哦，有天哦啦，你說某像筆記型電腦按縫片咩，也沒有是什麼筆記軟體 memo，就是全部
学长学姐讲的说的全部记下来，准备什么东西啦，想那个 slogan 啊，现在也是，就像 slogan 一穷嘛，该现在的文案标题呀，文案标题就以前我们就在流行这个，哎呀，你都得看一下，我上面好像你看你翻到什么活动。卡拉 OK 哦，卡拉 OK 哦，98年哦，有日期哦，嘿，这个没有作假，真的就是98年是应该是民国98，刚刚那个漫画是1998，嘿，那时候应该是2009年，就有2009年，对11年了呢。以前在想那个 slogan 东后告，现在什么 AI 啦，太方便了啦，以前我们都动脑想的呢。嘿，我们想说，你看那卡拉 OK， 你都得宽带哈，然后写一些很像那种文案的主题，有没有？那时候我们想说，卡拉 OK， 凶嘛该，想说圣诞节会唱什么歌？Jingle Bell，Jingle Bell 嘛，那我们说Jingle Bell， 劲歌杯啊，Jingle Bell， 我们就劲歌杯啊，我们的卡拉 OK 用压榨。slogan 的文案去延伸，我们就来做这个。你刚刚就过好做呀的事情，对没？就是你看，像现在自媒体很红嘛，对不对？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就在想这些东西，搞一莫大莫多的事情。而且你的字其实很整齐呢。真紧真是归彩安呢。哎呀，然后还没青彩霞，很端正，唔咩讲爱一讲，还讲爱端正，爱低嘞，端正没比种中优，真紧对啊。但现在因为误打误撞去念，可是真的好像很开心，也发挥，因为其实会读观光系的，通常都是比较活泼嘛，比较嗨的人这样子。你在观光系还是活泼的吗？灵魂人物自己说，喊黑灵魂人物，真吉明生，没有啦。你好告诉人风云人物嘛？因为我比较鸡婆啦，懂好参加活动啊，这个我也喜欢参加，那个我也喜欢参加，就是宁生懂你，好，就是到最后可能大3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当那个选什么像会长啊，或者是学生活动的会长，还可以做观光系，还去改系学会的会长。对，所以那时候会跟其他科系的，比如说什么企管系的会长啊，什么什么系的会长啊，就穷哈搞的就是哇，好像很多各个科系就是都知道，互相认识这样，走在校园边，Fish， 嗨啊，真的就是风云人物。没有到风云啊，就是有认识啊，对。不过啊，其实。人家是比较出风头，比如讲我会付过多基因，其实难免会有很多压力。不会，也不会，也可以用来面对呢。如果遇到这种有压力的事情，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以前时候玩这个社团的，以利益关系的，好像有出社会了，你穿钱说可能影片剪不好会不会被老板骂？你事情做不好会不会被老板骂？以前做社团。他就是很真心，你很真心在为这件事情付出，所以其实你说有压力吗？其实我觉得那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压力。反正我们就是把事情做好。我想到什么活动，我把它办好。所以说我们就是那个会啊，我们一直开会，结果一直开到怎么样，你知道吗？大3的时候，肠胃炎。真紧，就是开什么安宁诊，A 社团开会啦 ，B 社团开会啦 ，C 社团开会啦，一礼拜北乱生麦当劳啦，吃烧烤啦，什么该东西怪后，人家都开会在麦当劳啦，开会在烧烤店啦，好爽的咩，好爽的，东后搞，然后结果搞得自己在跨年前，就肠胃炎了。妈妈照顾我3天，一起在医院跨年。哇，很多很精彩的，很精彩，真紧。我也很看到，你们还有出 DVD 真紧，这个就是欢迎住院的。这个后面不是歌名呢，这个是巴西、肯亚、蒙古、多哥、泰国，这个是各个国家，因为观光系嘛。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活动，董有苗。叫做世界风情画，就会亚长我们大1到大3都有这个活动。我们大1到大3总共9个班级，因为看到有9个国家，有9个国家。然后我们每一班都去抽那个国家，然后看你抽到什么国家，你就表演那个国家。我们大1，你现在看到的是我大3的。因为为什么要特别拿大3，你知道吗？因为有得名，老学姐了嘛。大1、大2，还懵懵懂懂，看唔好，看唔会做啊。大3有经验了，
还有经验，用经验去做。能做位黑龟很认真在做呢，很认真啊，给sản夫啊，给嘛给sản夫啊，道具啊，那条七甲做呢，没去 no boy 买呢，那条去 no boy 买，你给布买布，七甲剪，七甲缝，掐蓬线，这样子自己去缝这样子，因为它这个活动它是可以比较向心力，有没有？它是可以凝聚你班上的向心力，那条跟。等一下，波比西亚不你看，波比西亚不你看，好，感觉那全班50多个人哦，大家一起跳舞，跳大排舞。你这个戏剧哈，你这个演员怎么走位，要干嘛该要做嘛该动作，那个都要配合的很好，这很不容易。就会观音子呢表演啊呢，真的很认真，真。刚讲许多也有事情影响戏台呢，所以你念了观光系，就有感觉，哈尼白做导游，有这样想法吗？就是说，我觉得自己的个性好像比较活泼，好像比较讲，就是陌生人这样子。还知道妹妹做的啊，对，因为我们做导游嘛，我去实习的时候用就在游览车拿麦克风，俺吃东来人很活泼，俺吃东来会长应该做的，可是拿麦克风的时候，各位欣赏，各位贵宾。你讲体福教唔会，可是出社会没就有压力了，这才是真正的压力。所以办活动其实还好，出社会，因为你有金钱利益了嘛，你就比较会应准，给实习的时间，实习的时间。那第一次真的带团呢？第一次真的带团的话，没黑啊，不会啊，就是会你不能抖得太明显。微抖。你第一摆带团喺国内还係已經出國咧？實習的話在國內，可是如果說兩邊都有啦，就是國內也有實習，國外也有實習過，對，都兩邊都有。印象當中最差的就應該就是前面的時候。對，最差的時候，因為太嘎花多少，你可能出國啊，還花多錢。我花可能4、5萬塊那要只導遊要只領推兩推，要按黑我上班跟東西都唔抵這樣子，會有壓力啊，因為客人會覺得說我花這麼多錢，結果來一個新手，你還不好好做功課，有時候有做好功課，可是現場不一定，對不對？現場你看他可能要隨機應變。我們做這個領隊導遊的，跟奕龍做主持人一樣，你要依照現場去做隨機應變嘛。有一次我去那個我七甲去那個帶國外團的時候，我去日本去日本，但是其實通常日本是帶那個我們講 through guide 領隊兼導遊，可是那個團比較特別，他當地有導遊。可是台灣需要一個領隊。我說那好，我去看一下，因為我們是講解嘛，我們是拿麥克風，我就到機場啊，然後飯店啊、餐廳啊，航真那樣的事情，對，就把它那個弄好就好了這樣子。然後結果那個導遊那個木竹啊長在頭頂上嘛個意思？嘛個意思就是說他看我是菜鳥，看來嘛個都唔敵。好，他就覺得說公司派你來沒什麼用啊，你不用做啦，就我來做就好了啦，就有一點點被不應欺負，被瞧不起這種感覺。那時候就覺得很受傷，因為第一次帶國外，我什麼都不知道，然後結果然後又遇到沒有這麼好的前輩，所以就心裡就會很受挫啦。結果那一次第一團遇到這樣導遊，再來第二個。我在第4天的時候，還好第4天，那天是5天的團。第4天的時候，客人你知道幹嘛嗎？在飯店的早餐餐廳跌倒，一跌倒開放性骨折嚇到啊！因為那個餐廳啊有水啊，抽倒啊，就滑倒抽倒，然後給妹往後倒，給往前，就是因為他手上拿那個。拿塞的東西把它盤了，就直接跪下去，然後手也沒辦法撐，就直接直接那個腳膝蓋跪下去，之後那個 Hellboy 那個行程啊都沒辦法進行了，沒辦法進行，然後困行上，然後那時候行程就 delay 了2個小時，應準哪沒應準啊？有那按呢這樣子，遇到這樣導遊，然後又遇到這件事情這樣子，可是因為這個是意料之外嘛，意料之外，你沒某辦法，只能說我們盡量安撫客人這樣子。我比較幸運一點，有一些大問題，忙度過，
哦，对，也希望摸读到，最后平民哦，可是其实有遇到，我觉得也没关系，反正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要解决有问题的人，而是我们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对，想说有遇到了就是我们的经验，你没有遇到，你在当下。你就说啊，你会慌慌张张，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失败的经验或是不好的经验，那个才是会真的让人家通往成功的路，我觉得是这样子。黑影孙孙呢，就好像就是大风大浪，没有我只看过小风小浪这样子，对啊，就顺的，好像也。没有办法怎么讲，突破自己哈，对，就给自己不会说给自己一个压力成长这样子，对，所以遇到一些不好的或是一些困难的，你蹲越低，你就可以跳得越高这样子，对我自己这样觉得啦。Fish 真係佢後生吼，唔過講過有嗰度嘅黐咩嘅經驗，唔過細下夾邊啊，你等下個繼續嚟講。客家公主的弄的，嚇到呢！買去改 IG 賬號，隔天水幕轟起來，留言啊、按讚嘛，個動都嚇到。那時候喲，突然間發現流量密碼。前面就會通到那個南苗市場，然後從小就是在市場長大的。这边呢，就是有很多我们苗栗市很多人会来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会来这边吃什么炒面啊、炒米粉啊、面条米粉，然后你把它一起合在一起。什么水晶饺也都在这条街。走。出来哦，真的吗？嗨，你好，谢谢。还要拍一张。哦，您出来，安主，哎呦，有给我订阅呢，回来真紧啊，哎呦，不是你肚兜。这个是苗栗最经典的炒面配水晶饺，但是拍之前，先吃之前，手机要先吃，对不对？手机要先吃，好。我们平常在拍摄的时候啊，这个炒面就很适合用环绕运镜，有点核心的感觉，然后给它这样环过来，看起来就很好吃。好，来，其实我吃面之前，我会习惯先吃水晶饺，这个是我们重中之重的精华，对不对？享誉国际，来。我们的水晶饺都是这种元宝形状的，多吉祥，对不对？祝大家穿胎前。很 Q， 快点给它特写。也给你含好身哦，多謝。然後這主幫嘅糖來咧，主幫嘅糖，一件講好食。他们家真的也很好吃，就是那个皮也是很 Q， 我就喜欢吃这种 QQ 端端的东西。好，后面的中正路呢就可以通往我最喜欢的咖啡店。每次我回来苗栗都一定会来这家咖啡店，带你们去喝咖啡。快点来点了，我什么干来看一下。好，看见冇什么？好，那是树丛的咖啡，手冲咖啡。然后色狼哎，色狼哎，来喝这个波纳好了，波纳我要做冰的。好，冰的。对。其实我觉得 Fish 就是每次来这里，它是比较像来充电的，因为它平常在荧光幕上是有差这么多吗？对，它很像是给很多人欢乐这样，它不是就是，可是它很像就是在那时候已经释放完了，所以它来我们这边很像在充电。至少你在每次回来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可以，必来足迹，必来。今天想到录影第一件事情，去拍那个葫芦娃。其实我也很谢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有他们做我的靠山，我才能够在这边就是持续的拍摄影片，也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就是讲话、录这个节目啊。所以，因为毕竟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所以我也鼓励这个观众可以多多把握时间，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所有时光。
我是内内啊。谁来做客？欢迎来了。今日来同我打最久嘅呢係 Fish 吼，伊頭都講到伊對童年，吼，人哋講到土觀光呢，韓國做一個導遊，啊頭都大家未看到 Fish 在大家去到伊嘅家鄉。吼，一個公園啊，韓國對應咱們仲有水晶餃啊，真嘅，水晶餃真嘅咩？係愛睇那個天絲絲條路誒，當地呢啊，真嘅嗎？以前在屏東地，就是我不知道這個是算苗栗人的早餐。其實我也不是很知道，我以前也覺得水晶餃好像就是全台灣都有的那種感覺，然後結果我後來去台中念書讀書，這樣啲冇水餃5元哦，有5元冇水餃呢。能夠水餃，就是我們講水晶餃，我們講水餃，都很怕啊。本來美食它就是每個人各有所好啦，這樣子。你喺睇苗栗台嘅，你講過，因為苗栗很多人對這個地方，現在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所在。哦，真嘅。係啊，你知道對於苗栗，感覺苗栗對你來講會用哪些所在？其實最大的方向就是說，愛布卡嘛，我們的家鄉。其實我自己有一個小小的私心啊，因為吼，愛在台中就是州西嘛，因為台中它是一個比較相對苗栗比較發達的地方。那苗栗呢，對我來說，它是比較鄉下的地方，所以我自己的心態上啦，我愛會知道，我回到苗栗比較放鬆，所以我會有一點點私心說，有時候說啊，為什麼苗栗沒有發展啊之類的，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抱怨嘛，那知道好像不要發展，也沒以後啊，沒以後啊，這樣保持它原本現在淳樸的樣貌，沒以後這樣子，就是說它是苗栗是可以讓我一個很放鬆的地方啊，這一副扛啊，我都不想工作，有時候我筆電帶回家，想說好，我今天一定要來工作這樣子，沒有。都是放着做裝飾，懂演啊，不用卡嘛也會真嘅。然後回到苗栗的話，比如說可以吃到媽媽做的菜啊，沒做的去菜園啊，這樣子真嘅，對啊，去菜園裡面去做菜啊，所以係主要爸爸喺治理，對，爸爸在照顧，那爸爸在照顧這個菜園，因為後來爸爸退休之後，他就自己把阿公的以前留下來的一些錢，去買那個土地，去買土地，然後再去做那個網室，有點那種退休後的生活啦。因為爸爸他不得閒呐，因為就覺得某週生就不習慣，你知道？對，就覺得怪怪的，這樣覺得說要找點事情做這樣子，然後開始種菜啊，種果樹啊，種懶伐啊，這樣子。我爸爸做生嘛，我姐姐我弟弟就會去田鼠刮吹地，刮吹地，按來講。就是去幫忙，就是打田呐，來打田呐，採收啊，去割菜啊，去幫忙這樣，去幫忙周誰這樣子。所以說網絡上大家看到那爸爸那種媽捱冇周誰，一搞大班撲邊唔周誰會媽捱，然後反正我們做回來那個田有沒有啊？那個割回來的菜，媽媽就會拿去賣，所以這個菜也算是我們家裡面一個很中心的一個活動，這樣吧，好像有共同的一件事情，這樣子，對，然後我唔同盧卡，因為家是大家有 follow Fish 嘅 IG 哈，就會看到拍幾多種嘅片呢，哈，旅遊相關咩有幾多，唔過很吸睛的，哈，一開始紅的，咩係唔同爸爸打嘴鼓啊，真嘅，你看不到爸爸嘅用嘅啦，因為上面是 Elsa 的臉嘛，哈，對，卡通臉，卡通嘅面相，董爺安尼美國好保護一下爸爸哈。哎呀，不要來打擾我爸爸。哦，沒有啦，都是你去打擾。對，你打擾。唔同爸爸嘅打嘴鼓，個奇妙呢，動神奇呢。哦，真嘅爸爸也很做自己。爸爸做自己呀，他完全就是冇過愛啊。我演你就演，你媽就媽愛，真嘅。積水就積水，你啊冇。你應該用嚟開始上去嚟撲爸爸喏。因為去年的時候啊，它那個濾鏡啊，就是你看到那個卡通臉的濾鏡一縫咩，就是很流行這樣子。我還知道大家都拍大概台語版呐，或是那種一般的國語版呐，知道咩都得拍一張客家版，來先去甲拍一張。大家我呀客家公主用嚇到呢，來去甲 IG 賬號從原本的1400人粉絲開始
隔天睡梦轰起来，你有没？动都爱心啊，留言呐、按赞嘛，动都哈动。他说，哎呦。突然间发现流量密码，然后后来我就你觉得是哈嘎还是公主？就神奇啊，没有吧，都有，就是刚刚的为什么都用哈嘎公主呢？刚刚就一时之间呐，就突然间想到，没有去企划，也没有说特别要去做这件事情，只是好玩一后搞，对。然后想说，那我来菜园的时候，我想说来拍爸爸好了。然后那时候他有王子脸跟公主脸，结果不小心把爸爸弄成公主脸，那就我就想说帮爸爸on一张就是那种跟迪士尼有相关的名，想说Andrew 啊 Edward 啊还有威廉吗？他说Andrew 比较好念。就碰Angel 的中班干哦，一个说什么某汉七叉啦，一个样片扑出去吓死哎，真给那个粉丝一直增加到现在，爸爸比我还红。你马克时间可是钻研手机摄影哦，也是因为带团的需求。带团没有用到带团有用到这个数机的摄影嘛？因为之前我们在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是带亚洲线，我想说要给自己一个成长的机会，我公司就讲你要不要去带那个欧洲啊？L 族欧洲L 族啊，L 族去德国啊，去瑞士啊，去试看嘛。我就想说应该 T 拜去，应该又他因为德国、瑞士要去甲讲，而且自己讲历史、讲地理，而且甲讲呀，对，要自己兼导游对，领队兼导游，而且甲讲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在这么多资深领队里面，我要怎么去找出自己？比较厉害的地方，或者是我的利基点，人家要怎么样才能够找我去带下一团？我就想到说我会拍影片，我觉得可以拍一些影片回来帮公司做一些行销。我去拍饭店啊，拍景点啊，拍很多东西。我甚至还拍一部影片送给客人，然后帮做一些记录，然后马上剪，马上送给客人。懂后主管看到每次都懂后。觉得那不然再下一次再找你去哪边去拍这样子，我就利用这个我自己的他 health 的优势，然后去做这样事情。你研究路边可以搞你。对。真挺过厉害呢这个就是有研究出一些心得，对，开发一些心得。同神奇，故说他个是会播名手机摄影嘅连接在下面佢神奇。刚刚呢，第一下聽呢，嘅我來食 fish 帶來嘅對於蔥油嘅料理。你显示一下嘉宾看他是对他有冇个好色的。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懂温柔，就是可是我觉得他这一生都为我们家付出很多啦，什么都以爸爸为主，什么都以小孩为主。可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他现在比较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谁来做客？慢言來了，今日來了嘅係 fish fish 嘅雖然佢後生，不過經歷非常豐富對萬世路嗰度故事好講嘅，如果講到要做導遊對一個套觀光系做導遊，韓國搞年協助企業，韓國剪。手機攝影跟剪接，韓國有同爸爸拍嘅片互動。昨天還替配友去複習一下，又笑了一輪，所以心情濃厚係啊，同送快佢定一下真嘅。一個部分係攞來食 fish 帶來，感覺對於咱們有意義嘅一出菜一出料理。人哋唱小助理夢不愛人，我不會買唔到，我不會買唔到。都會買唔到，買唔到，謝謝。一個係另一種水餃，另一種水餃。買唔到，那就是盧卡你做的咯。係，就七家做的水餃，七家包的，所以裡面有你包的。最近比較忙，這個是媽媽跟姐姐包的對。是我們小時候都會一起包這樣子。所以這個真的是你帶來耶？真緊啊！我就帶冷凍啊，這一條，這個很好。黑開吹味道會有點重一籠走點磨。還好我們離很遠。油後生嘛，因為我覺得應該要加一點點 tail 油啦，它有米頭啦。不過這邊是咖啡廳，會有一點點那個開吹，你會覺得韭菜味很重，對不對？Andrew 是加重哇，無機的。
有机的啦，无机不是无机的，我妈干，就是说它就是没有农药的啦，有机的啦，对啊，哇，天然。快吹去哪个哦？鸡嘎中哇，好对，棒哦！然后自己做的馅料，因为我们家附近就是菜市场，所以鸡嘎可以买那个水饺皮，鸡嘎薄，有好生么？好真呢，真紧哈，我们自己有钱买么？哎呦，抹买呢，改天呐，不然一笼都开口了，改天寄一盒给你。哎，好生呢，有后生的哈，我也蛮想，我也一阵子没吃到了，我也自己来吃一下，吃一口看看。哎，古说你卢卡嘿，因为俺的卢卡，但冇印象俺的这个包水饺呢，冇哦，俺的卢卡冇，所以你们家其实包水饺嘿，家庭发通。你们家庭活动很对，第一个就是把它当做是一个食物备存嘛。他说你懒得去买便当，懒得煮饭的时候，水饺就是一个很好作为午餐或晚餐、宵夜都可以。先让我吃一口。好，含一熊哦。嘿呀，好吃。妈妈的味道，苗栗的味道。所以你很常吃吗？卢卡给你们的常备食物。对，常备食物，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外面带团啊，松口赚来懂 Q M， 然后就直接一盒水饺直接放下去，直接煮开来就走的，就很方便。因为为什么？其实我们家包很多东西，我们除了包水饺之外，馄饨、偏心、俺妹会包。全家馄饨我最会包，我包的最漂亮。如果还有在第二次来，我再带馄饨。包馄饨跟包水饺还差别嘛？馅料不一样，皮给这样皮呀。没唔共用，偏细的皮它盆再更薄一点点，给馅料做唔得太多，然后它没用开菜，是用芹菜、芹菜，对，芹菜这样子。那因为除了这个作为什么常备食物有没有？它其实也算是一个亲子活动啦，就是说，因为因为我们小时候啊。中午得大天哦，不能，你电脑不能打得太凶啊。他说啊，你总是就念书啊，干嘛的？你家里总是要有一些一起做的活动嘛，对不对？想说啊，就增进彼此的感情。爸爸就想说啊，某事情中没来，假日的时候花一个早上，包水饺、包水饺、包馄饨、包什么虾卷，以前还包什么炊包。哇，没有包吹包哦，六配十的这种啊，这种，六配十这种，对，哇，以前没有做过六配半，七嘎做，哇，真紧哈嘎呢，嘿呀，你卢卡路边啊，贵路卡你路穷下来做，穷下来做，因为边做边包边宽电，这个家庭活动很不错呢，觉得不错啊，你就可以，因为你在包的时候，你就不会宽数给。你就不会去做其他事情，你就能够真正的老爸爸聊天，老妈妈聊天。真的呢，你这样子没有办法滑手机。对啊，就树都是那个粉啊。太感就只有大椎骨呢，大椎骨真紧。对啊，对啊。这个馅料妹黑妈妈做她说就是来做这个，而且公司才发，50分头油呢，50分头有喊嘛哈，其实很好吃我妈妈真的是很会做菜。都讲到爸爸，没讲到妈妈呢，没讲到妈妈。对啊，你跟妈妈是家庭主妇哈？传统的家庭主妇，就是也不是说传统的家庭主妇啊，就是说她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媳妇，很标准的一个妈妈，就是她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懂温柔，就是可是我觉得她这一生都为我们家付出很多啦，什么都以爸爸为主，什么都以小孩为主，什么都以阿公阿婆为主。对，就是他以前的时候，可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就长大了嘛，然后他现在比较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呀哈啦，就是去老朋友聊啊，去买东西啊，去弄给啊，去出去聊啊，抽游览车出去聊啊，都就是他。就是说，他现在做很多事情，他都自己去做啦。我们不会去阻止他。妈妈，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这样子。你们是你的乳胎耶？对，乳胎就是我们都可以自理的这样子。你还好带团的哈？你算是喜欢带团？我算蛮喜欢的。你有得到过嘛？给你还可以回馈，你印象很深的吗？正向的还是反向的？都可以，都可以，各一个。各一个哦。反向的话，以及比较负面的话。那个是我唯一一次被扣小费爱吃到危机处理没懂吼，有一次吼
希望这个客人不要看到这个影片希望不要看到这个影片。因为刚好我们去那个去某个国家旅游的时候，刚好那个客人她有怀孕，就是怀孕比较，有时候怀孕的妈妈比较敏感一点点。然后那时候其实那个国家有点冷啊，一环。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有送给客人饮料，想说啊很开心的东方你哦，呛大家生2岁这样子。结果哇，那个服务生拿那个拿那个托盘呐，上面可能有6杯饮料。结果含的呐，没有注意到吧？从那个孕妇的后面，结果伊冇拿好，夹给那个饮料哦，冰冰冰冰，从哇倒放铁吓到，放铁的夹给饮料啊，从他那个孕妇的头拿，从他头拿肩膀直接淋下去，哇，超火嘞，哇，整个 bang， 整个超火大的，然后那时候我看到我整个都双眼发白，然后就是双腿发软，然后整个就冒冷汗，然后整个就是头脑脑筋一片空白，哈都被洗。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对他很抱歉啊，可是那第一个不是我的错，可是我也觉得我已经做最大的努力跟他就是赔礼这样子，可是他觉得可能我处理的没有很好。哦，你有点池鱼之殃啦，吼。对，就是对。可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做领队导游，其实有时候就是要服务补偿。对。刚后给呢？后给哦，有一个后给黑。很感动啦！有一次没去德国因为其实客人我们之前带的团，他的那个团费都比较较贵啊，然后都住那种哇豪华5星级那一种，可能我们领队导游工作人员都唔得住都太贵耶，会考虑到成本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不会跟客人住在同一间，我们会住在比较偏远的、较便宜的饭店。客人就问小鱼啊。我带团的时候很多小鱼没 fish 你看比较亲切嘛，小鱼。小鱼你黑洞那一片呐？你住哪里这样子？我说我黑洞10分钟，走路10分钟这个路程这样子。然后客人就说没时间，我们送你回去啊，不然你一个小女生我说不用啦，你们快点回去休息啦。中的，然后我们送你回去。客人10几个，哇，一票客人，我们又这样边聊天边走回去。然后他们就目送我上那个进饭店这样子，然后我回过头来就拍他们一张照，我说快点，我要拍给我主管看，就拍照，就是客人还送我回饭店这样子，那个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哇，甲希望下礼拜有机会分俺的主义团本带团走的，最好先让我有心动，第一天就先让我心动，我会服务的更好。多谢必须今天来，非常感谢分享按精彩的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希望艺人会喜欢。多谢，刚刚那个是什么？做得的，总唔得浪费呢，总唔得，因为总得大送，妈妈会生气。真的很好吃呢，真的哈，真的，真的好吃。啊，人黑没黑后生呢？人黑后生哈，真的不用蘸酱，真的都后生。其实我现在不敢吃水饺不敢吃水饺，为什么不敢吃水饺？很容易胖。还可以啦，因为它那个很好吃哎。有些人因为我是怕会有韭菜，就是大家会不喜欢，或者有些人怕会臭这样子。我们之前有包过高丽菜的。